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早晨。咁啊，今朝咧就由我邱家健老師咧同大家咧做呢個嘅宗教分享。咁啊，嚟緊咧都就嚟咧農曆新年咯喎。咁啊，相信咧大家咧唔少屋企咧都會貼揮春。咁啊，而當中咧應該係最常見咧就每樣應該係一個啦福。咁啊，大家點解會連呢個揮春咧？相信大家咧都係希望咧得到呢個嘅福氣啦，得到呢個嘅祝福。咁啊，其實咧原來咧喺聖經入邊咧都有提到咧點樣可以得到呢個嘅一生嘅福氣，一個真正嘅福氣。咁啊喺馬太福音第5章入邊咧就講到咧有8福。咁啊其實咧有8樣嘅人咧，其實喺聖經入邊咧係講話咧係會得到祝福嘅。咁啊我哋就一齊睇下咧究竟係邊8樣嘅人啦嚇。咁啊馬太福音第5章第3節，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咁啊，其實當中提到虛心嘅人係指咩咧？係指嗰啲心靈貧乏嘅人，係自己都知道心靈貧乏，佢哋係想悔改嘅人。咁啊，神應許咧，其實咧會將天國咧係賜俾佢哋。咁啊，亦都係等佢哋咧可以進入天國。咁啊，第二樣嘅人咧係邊樣咧？就係哀慟的人。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咁呢度嘅哀慟咧係指咧對自己或者對世界嘅罪咧感到悲傷痛心。咁啊，神咧係會親自去安慰佢哋。好啦，咁啊第5節咯，即係第3樣嘅福咧，就係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咁啊溫柔可能大家都成日聽啦嚇，咁啊可能都大約知溫柔係點樣啦。咁其實溫柔就係溫和謙卑。咁啊而神應許咧會俾地土佢哋，即係咧會賜產業俾佢哋。咁啊呢啲產業唔係佢哋自己去追求，係神去俾到佢哋。咁啊第6節第4樣嘅福係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咁啊飢渴慕義就係對神嘅道啦好渴慕啦亦都咧係會追求公義。咁啊神會令到佢哋咧心靈得到滿足。跟住到第5樣嘅福咯，就係咧憐恤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咁啊憐恤咧其實就係對人哋有慈悲有憐憫。咁啊相信對人有慈悲有憐憫咁啊當佢哋有需要嘅時候，其實神亦都會對佢哋慈悲，亦都有憐憫。好，第6樣咯，第6樣係呢個咧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神咧會讓到咧嗰啲咧清心嘅人，即係咩咧？即係心靈潔淨嘅人咧，同埋對神專一嘅人可以見到佢。咁啊，到第7樣嘅福啦，就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咁啊，使人和睦即係話咧佢哋咧會當然啦，佢哋本身愛好和平啦亦都咧會締造和平。而締造和平即係話咧，佢會令到人與人之間有嗰個嘅和平，亦都咧使人同神去和好。好，最後啦，第8樣咧就係咧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咁啊，同第一個福係一樣喎，即係神咧會讓呢啲人咧去進入天國，因為咧佢哋咧係為咗公義，為咗神去受苦，去受迫害。咁啊所以咧天國咧其實係會俾到佢哋。可能大家如果聽完之後，哇都唔記得係邊8樣咯喎。咁咧，我想咧用以下嘅時間咧分享一首詩歌，叫《一生的福氣》。咁入邊咧就提到呢8樣嘅福。咁啊，希望可以幫到大家記住啦。咁啊，亦都希望各位都可以得到呢個嘅祝福。好，請大家欣賞以下詩歌。主，你是我找了半生的寶貝，變賣了一切也不會枉費。何用後悔？因我已得着你。主，這是我一生也不配的愛，救贖我捨身以寶血遮蓋。從今天起，一切追隨基督愛你。
沙，但你伴我走過，路遙如負真擔起我，是你無條件的愛，明了愛裏沒有懼怕，邁步前方。你叫心靈貧窮的得天國，飢渴無疑也得飽足，愛上這等安慰，溫柔的得地土，讓那清心的人看得到你，憐憫愛護人也得欣賞，使人和睦的是神意志，為你明，為已受逼迫的得天國。在高唱，牧人和羊的凱歌，看到人流浪與失喪，莊稼熟透，願你差僕人收割。你要心靈貧窮的得天國，飢渴無疑也得飽足，愛上這等安慰，溫柔的得地土，讓那清心的人看得到你，憐憫愛護人也得欣賞，使人和睦的是神意志，為你明，為已受逼迫的得天國。我找到最好的福氣，每十架犧牲我都覺得你能甘於捨棄，因我能付託終身是你。我知道受苦都可有福，因我已得。